接下来关心的是，这检方侦办民进党立委苏卡辉、张宏禄甲李坤城的罢免假联署案，结果呢是认定这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书记长陈情荣等人是伪造2500多份的提议书，甚至阁有分红包的情形，所以落尾是照违反各自法甲伪造文书等罪来起诉陈情荣等31个人，也那这19个抄名册志工是慢车起诉。 新北地检署侦办罢免不实联署案，4月底才对国民党新北党部书记长陈情荣的厝内解带转来，而且申请期也禁见准啊，隔壁2个月检方侦结，照刑法伪造文书含违反各自法者罪嫌，起诉国民党新北市党部陈情荣等31人。本署检察官侦办立法委员提议伪造案件，就陈姓被告等31人依法提起公诉。 就赖姓被告等19人，则为缓起诉处分。根据起诉书指出，讲今年1月2日，国民党中央开会，要求各罢免案爱伫旧历过年了后的开工日，送交罢免提议人的名册到中选会。陈情荣等人就利用国民党党员的名册来抄，伪造提议人的名册，拢总有2566份。其中罢免苏卡辉和张宏禄的部分，陈情荣阁发予大家斗抄的人1000块的红包。另外，罢免立委李坤城的领衔人宋振良等11人，是因为 查无积极的证据无起诉。尽管是尊重司法的侦办，但也明显看到民进党半蓝不半绿，司法双标，这一点令人相当的遗憾。我们会坚定每一份的力量，持续守护每一位国民党立委，不让执政的力量继续追杀。从之前的台南、台北、宜兰到今天的新北党部，证明国民党抄写名册就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行为。 但检调却还没查到下令的国民党高层，是不是只办基层不办高层？我相信人民都看在眼里。目前新北拢总有5个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成案，而且会伫7月2日来投票。民进党找民众加入后代志工队，要催出罢免同意票。国民党是强调会正面来迎战，话话讲一式拢袂当减。另外，针对民进党新北市议员陈乃如罢团规做提议书案，检调嘛开始行动，而是分7路来搜索，要等国民党立委罗明才助理等人厘清案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